平时我们在学校教孩子用的教材，基本上还是以9阶，就是说教育部版的那个9阶教材。可是，在我们使用了9阶教材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了它的优点跟缺点。优点是老师不怕没有东西教，但是它的缺点在于，因为使用了9阶，会发现有些困难度，有时候并不见得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即使我们反映给负责这个区块的编辑者的话，相关的人，也不见得能够立即能够修改。所以在这种自救的方式之下，我们就自己修正。修正我们当然是以孩子的主语能力为起点。如果教材9阶教材太难，我们会修正的简单。然后9阶有一个一直都让老师很为难的地方，它就是连结度不够。所以我们现在事实上老师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时候，我们就会试着实编。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编的教材，我们会在教学上做实验，每做一次实验我们就会修改。这样慢慢来，我们发现目前其实9阶一半，然后我们自己自编教材。那自编教材我们的来源很多，以目前在网络上的主语一乐园，还有数位的那个教材，都是我们的考虑、我们的参考的来源之一。尤其在主语一乐园里面，我们看到了听说读写要用的东西非常多。当然了，你要用到这样的东西，你一定要有电脑。如果没有电脑，老师又要自救，可能你自己要把它档落下来，或是你自己要制作成图卡或者是教材。然后这个教材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孩子一个教材不会给的太难，一定是如果说10个教材，10分里面我们会有6分的简单，4分的挑战。我们会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做不断的修正。我们每降下来，事实上1个学期20节，甚至减到16支，因为每个学期都有额外的活动，它会排挤到我们20节的那个上课时间，所以因为节数少，时间少，所以我们给的教材就不会很多。那可能我们一个自编教材可以用到1年。那如果你要达到听说读写再来用的话，可能要1年半甚至2年。所以我们的教材编辑，我们也不再给自己那么多的负担，因为我们过去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总觉得自己关起门来，或是自己小组在做的时候，觉得好像够了，很简单，可是用到学生身上的时候还是太难。因为遇到这个我们知道了，一直修正，最后我们大概就是先从肯定句来教，孩子会用了以后，我们再用问点问。那我们一般来讲，现在我们之间都会用的大问、小问，或是简单问，或是完整的问，我们用这种方式作为我们未来的教材的使用跟教材的编辑。所以9阶教材我们还是会用着，但是我们可能会从它里面的教材去做修正，自己修正，等别人不如自己的。所以9阶教材以目前来讲，它还是有一定的分量，但是我们并不完全依赖它。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第一线上，孩子的反应是最现实的一个东西，他能够直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延续，什么东西一定要当机转改。所以我们教材的方法使用就是这些，大概就是媒体就是找主语乐园里面的东西，它现在非常的丰富，还有单词。只要单词也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因为前些日才参加过那个全国的运气还不错。我们发现这些选手，他们都已经能够把单词里面规定的东西都能够会看、会听、会用、会写。我们几个老师、指导老师就利用这一批的一个能力的起点，在做句子的延伸。我想这一批孩子他的学习的发展一定会在学校每个礼拜1节课发展来得很快。我们希望这个想法是对的。所以我们想用暑假看看能不能再真的家长，我们学生也愿意，我们继续用单词做另外一个新的教材的指引。而目前是这样子，就我刚刚所讲的主语乐园的东西比较适合在课堂上跟学生一起用。那数位词典可能就偏向老师备课，因为虽然我们是会说的老师，但是总是会有疏漏的时候，所以数位词典它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词汇的一个字典，
我们当做是一座宝山。哦，现在老师也见证了。其实你讲的那个娃娃点读笔哦，因为我用过其他的点读笔，语文点读笔，我们是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它的整个外观来讲，它蛮吸引人的，可是，在使用上哦，它不是那么的方便。还有，虽然可能是我自己的解读哦有状况，我用它的步骤来做操作的时候，旁边如果没有用过的人或是专门的人知道，我大概要摸手很久。我的经验是这样，然后我按照他的指令去点，不见得就是我期待的东西，所以可能我自己还要摸手或者再问一下。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还不太能够会用娃娃点读笔来作为我的教材的一种来源，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孩子的听说还有认识的词汇多了，有了一定的累积量，娃娃点读笔他自己用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让一个孩子直接用到娃娃点读笔的话，我可能会比较限制，比较会希望告诉孩子只用词汇的部分，因为他看到的图片是平面，可是他听到的声音没有看到嘴型。那学习者，尤其是幼儿来讲，或是小学，他要如何去结合，这中间的过程可能还要一段的磨合期。不过它是一个好的东西了，知道它的外形很吸引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一时达不到点读的乐趣的时候，我觉得老师可以把它应用了在绘本的方式，或是由老师来带领孩子，那也是很好。如果针对一个零经验、零能力的孩子来讲，我会先用听说来讲。听说第一个，我会测试孩子，我会用9阶简单的东西来测试孩子。如果他是0程度，我一定是从第1阶、第2阶，我去找适合他的东西。那我会用词汇的方式带进去。那这个东西我一定会偏向于跟他实际生活上有连结的，比方说数字啊，或者是老师、学生、男生、女生，这个在第1阶里面都有。我会用这种东西词汇的方式带领，但是我不会让他直接看文字，因为文字对他来讲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必须要，就像我刚刚所讲的，累积了他的听说的经验，然后累积了他的词汇的经验之后，我再把他带到课本里面，这样孩子比较容易进到书本里面。否则的话，大概孩子翻一翻，他就认为就过了。再者，还有目前刚我所讲的9阶的教材哈，它是彩色版。虽然现在目前学校印的是可以是爱与经费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原民会哈，就是说统一来发放用彩色版，颜色色彩度对孩子来讲总是一个吸引力。然后我会在什么情况下让他会拼音，会认读，但是他并不一定要会知道他的意思的情况下，我会让孩子去念，变成他是一个阅读的教材，我会是这样去应用它。然后如果孩子的这些教材他阅读做得 OK， 然后他的程度也会比一般的孩子高的时候，我会再加强他的对话，对话里面就会慢慢带到语法。那我可能就会让孩子，我曾经也试过，大概高年级的孩子，你就让他，比方说，带那个故意，你看，我到学校去，我可能会教他去找 KO 故，类似这样的字去找，他圈起来了以后，再把 KO 后面的名词或是什么词性告诉他，他自己会去归纳它是什么词性。这个就是我的语法的第一步，我会用这种方式去应用那个9阶。那数位的话，孩子比较喜欢的是能够听到声音，老师在旁边协助，然后他们很喜欢练习一下，练习5分钟就要自己测验。我说测验的乐趣在哪里？就喜欢听他的声音啊，再听。我觉得孩子这样子告诉我以后，发现那也是一种自我学习的一种方式。我会在主语类里面有音档的、有图片的，我会这样子带过去。那这边教材的 idea 一定是从孩子身上，就是我觉得我手上的东西不足，我如何把他的旧经验透过绘画，或是透过他生活上常见的环境，把他就是为孩子编辑一个很简单，可以把他的旧经验放到里面，然后我们就成为我们的这边教材应用在孩子身上。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孩子会想，这个字这句好像在哪听过，在哪里看过，在哪里用过。这样的话，孩子自己会把所有的旧经验结合了以后，我在想老师编出来的教具多少会是个很有用的东西。虽然它不尽是完美，完美是不可能的，因为东西就是这样，孩子的成长不同也会所改变。
他的目的一定要回到跟你的生活上要用的东西，一定要相结合。这个东西等他学会了，文字也好，或是媒体也好，再回到生活上，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要用得到，那个教材才是真的好用，那个才是该给孩子。所以在给孩子听、给孩子说、给孩子看的时候，做一个教学者，你的敏锐度一定要够。哪怕是你教一个学生，甚至一节课10个、20个，你总是会你必须很快的要找出一个孩子的每一个阶段的能力，然后给予不同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唯一的目标是，最后他要回到他能够说出来，别人听得懂，而且用得到，而且跟生活上他的生活也好，他的环境也好，他的长辈甚至跟他互动的人都要用得到，那个教材才是好的。所以我们常讲，教材哪里来，生活哪里来，就是看你的学习对象，他的环境的背景，你要稍微知道一下。我们如果一个孩子他是都会型的小孩，在这边成长，这边出生成长，我们就不可能告诉他茅草屋，我们可能就以他所看到的学校的造型，然后家里的，然后告诉他，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外观，还有别的，就用一种故事的方式把它带到文化的部分，我们会是这样。那如果我在部落，很可能方法刚好相反，这样的话孩子比较能够进入状况。一个学习者、教学者，你能够把他早一点进入状况，对双方都好。那你的东西如果能够 match 进去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教材编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用得到，好用。如果我们用一种学生他是一个核心，他是一个中心点，他如果外扩他的学习能力，他要吸收的东西，因为不管你的圈圈有多大有多小，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实用。那如果以我这样的例子的话，一个学生他要的，他来这里是要学会他的主语，他学会了，他知道意思会用，那我就会从他的程度去找他的难易度，然后作为我的教材的摸索的一个起点。然后我不会完全摒除跟他完全无关的东西，因为他总是要踏出去。我会在一个以他的生活圈子为主，然后慢慢帮他延伸到外圈，比如说社区。社区，然后可能是区域，再回到部落。回到部落的话，通常我们会以时间，比方说他现在3月、4月、5月、6月、7月，他会碰到了什么？我们会把这个讯息先丢到我们的教材里面。总之有一个，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用什么模式，连接一个学生跟生活的连接，然后老师你对他的认识的连接，能不能这2条路虽然是殊途，可是它是同类。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会用这种方式，以他的东西为主，然后外面的东西慢慢的带进，他吃不下再放，再等，他吃不下再放，他能吃都尽量给，他一定会有瓶颈，有瓶颈我们就稍微再停留一下，然后我们再把他原有的东西再做一个反复的练习。只希望说，因为孩子现在要接触语言，除了在学校1个礼拜这个没了，真的是没了，也是都会区的孩子，这个最不会。在都会区，我们还能够听到村长广播，或是看得到很原住民的东西，那还好。比如说，我们告诉他，丰年祭有节教，你一定要去哦，有什么，他可能只听到第一个，那我们会告诉他，这里面你必须要听到的，是不是都讲出你听到了什么声音，你看到了什么？我们不会要求他去深入，为什么他们的仪式是这样？这对他们太难，他可能会用他们一种喜满天空。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晚上12点他就说好无聊哦，干嘛12点要睡觉还穿那么重的衣服，还在那边流汗，他们会这样。如果我们必须要去猜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话，把他们引导到应该要有的方向。来好，整个按照起伏针哈，我们今天要把我们这学期学过的音做一个复习，所以你还记得多少？会与不会都没关系，我会再复习。好，好。你要问了，看不到多了。2、1、2、5。2、1、
发然后呢？继续。发发 Kamu tahu saya? 必否不发 继续。发はい。发はい。ファファ。发啊。啊哈呵嘿嘿嘿。Mana ang ni? Tangay na. 嘿 Kumul. 嘿 Dewa no. Dewa no. Mau ang ni? Tangay. Huzen. 嘿 Hai. 嘿发嘿 Hai. Papahi. Dewa sana. 嘿 Fafahi. Ai. 爱呀呀 Saya. 呀 Tangay na. 呀 Hai. He. Dewa no. 发嘿呀 Fafahi. 呀 Hai. 昂 An. 安像样 Dewa. Yan. 样发嘿样发嘿样 Kisu point. Kisu. 好。我先了。发嘿样 Dewa no. 发嘿样 Fafahiyan. 发嘿样 Fafahiyan. 发嘿样 À, đéo luôn đi. Biến ra样 Chừa ba thẳng. 样 Yan. 样 好，发嘿样我再帮我写一下。Fafahiyan. 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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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đi. Đi đi đi. Fafa. 大写。可以。好，好吧，一边写一边念，我先了。Đéo luôn. Bắt chân là từ như vậy. Nào. Mang cái đi. Hai. Fafahiyan. Yan. 可以，就在这里。Yan。好，来。Fafahiyan. Fafah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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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 Được chưa? 好，米掉对。法。进来哟，帮个你，我先了。发法。一发那嗨。我先了。发那法音那。发呀嘿，别了。Itu. Tangan ni ha. Betul tangan. Hai, jawab lo. Bang ni. Fainayan. Fafahiyan. Ni. Kau.
Papaian. Cho. Papaian. Painayan. Ayo. Hai. Di situ. Minta dicatat. Papaian. Hảo. Yan. Yan. Di sana. Yan. Hai. Habis. Di situ poin. Cek. Hai, di situ kan? Yan. Dengan hao. Jadi. Turun dayung. Hao. Hao xin cái gì? Rồi thôi. Hai. Cái gì? Hai. Nanti lại chỉ Sen.写出来。写在这上。这个，ini. 聊懂了，我写了，马上懂了。再念一次。Pak, Ina, Yan. Hari ini. Tangan nak. Hai. Dengar tu. Hak musim. Hak. Bang ni. Sama tu Pak Ina Yan. So, acha. Papaya ni. Oh. Kira ni. Kisui. Kisui. Hai, Bapak Ian. Hảo. Hải Tích. Cô珍。有。Kisu。用字卡把这个字拼出来。看。这个随便你啊，马上你，马上你。什么没有写？怎么念出来？Pak Ian. Jauh tak? Pinjam. Nên hóa ở chiều trên, mà giờ này kỳ số mình xài ra, mà giờ này kỳ số tiêu. Mình của mình đi đi phải nha. Suy ra mình lên. Mình. Trên lại. Và các bạn ăn xong mình cho nó mình như số đó. Ini kan? Ya kan? Ini. Ini yang gue langsung. Đã hay vậy ha. Hai. Bapak Ian, chính đây. Số dân chính đây. Phải nên học trái di situ. Ini.我先你的，好，一边拍字卡一边念好，国语还要拍上，完了，Bapak Ian, Kisui phụ trách theo phải sự định giải Bapak Ian không? Cũng mang được Bapak Ian chứ? Sao? Vậy này đi, thấy gì? Cái này chị thầy ơi. 教我们，你的学生证，你念一次。大声，给他。白那样，白那，就是。
开古语，进来。国语，好。开古，艺术。慢汉这里有加古，谁会排加古？加古。哎，就是了。加古。你刚才排那个字卡。好，念给大家听。加古。我刚才对，没错，还没呢，姐姐她还没念完。好，加古。嘎咕，好，慢古加古。我好，法法一样加古。爸爸一样嘎咕，谁会排提数？起码把爱的提数，比较猜的。你排。慢点，怎么念？教他。好，慢提数，提数。加古。加古提数。hai.加古papaian.加古papaian. 提数hai. 国语，你来写。提数。别看着。加古也顺便写一下。很厉害呢，看这个加古。好，来，听我，你听，然后告诉我。法法一样提数，哪一个字？那法法一样呢？请说。你念一下，慢过来。法法一样，别问。来。大声一点。白呢是，白呢你说白呢跟不白呢？进来。自己做手术好不好？来，白呢跟不白？係，諗下咯。好，我真了解了。Papaian gagu ba? Inayan kisuhan. Pasalan si boy. 国语，pangalan 国语，Painayan kisuhan. 爸爸一样，Kisui. 爸爸一样嘎咕，好。这在。现在，咕噜爸你妈。好，我先拿慢个你。在。你拿。好。国语，一定正不在。一定正。好，就帮我写一个顾。顾怎么写？慢慢的顾。是在顾法法一样。谁会写顾？啊，阿来，来，我要念哦，你指给我看。法伊那样，你帮我念几个？法伊那样是哪一个？好，请念。法伊那样感悟，字感悟在哪？好，先点再念。法伊那样感悟。自在，你觉得自在吗？自在不，法音那样。哎，请念一次，你觉得很好。先点完再说。来一个原住民的
掌声，快点。好，读萨呢？好，读萨写正式。弟弟讲的读萨呢？真。好，你再写，如果是读萨写在这里，会怎么写？你会把那个度写在哪里？写完要念出来哦，不要老是讲的。菩萨，好，菩萨，不，一样。好，什么意思？两个女生。是谁跟谁？我跟你讲。好，用注意讲。几理性。aku 很难。hai gitu tuh turu 好来turu bisa turu 好turu 写上写这样对呀现在给你准备好可以来念一下你念完的我来去看好看有没有某音感好我先念出来你写完了念出来什么意思哪三个给他？来，结束。行气。阿杜。起码，你问他起码结束。Jahanam. Pawapaian isu kaku. Hop, mau tu. Apa beri? Tại. Masa? Pa. Painayan. Mana orang? Tiga nasi. Cima. Cima berapa painayan? Cima sah? Isu. Cikoi lah. Painayan. Painayan. Painayan dulu deh. Painayan selesai kok painayan. Selesai satu ku.好，来。现在看一下，你可以看哈，我拿掉了。来，每个人到前面来，这里找位置。好好，擦掉，全部擦。音念得很好，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你第一招？好来，那个谁，小兰你分配位置。好来，发音。写完了念出来哦，有旋律哦。发一样，你那有个声音几个音？发一样，还四个，还必须还比较对，发一那样。Kaku. Tengok, Tara ni dah selesai kan? Dah selesai kan? Painayan. 来，胡真，你再念一次，他要写的。Painayan. 好，念完哦，念哦。Painayan. 好，Kaku. 可以看字考，可以看字考。能不能第一次写给他？还要我提醒你，秘密口那边有你的出去吗？我不懂说出来。秘密，好了，好，继续学。
那样感悟。古筝，你念一下你写的。第三个，帮我了。嘎路呢？啊，我要嘎固。这样还嘎固。好，计数。计数，带一下母音。不好意思。计数，数。来，都能你猜，你看一下采样的参考一下。来，古筝，你念一下你的。好，连文朗就是有慢了呢，慢了呢。好，连文。好。法那样技术，法样技术。はい。法那。はい。好，结束这。没了，在这边才念一声。啊，我西湖那边是念一下你的。はい。切。好，法那样，你是法样还是法？技术，干部。念出来，我是女生。恰，第四音念出来，我心里的第三声。好，第四音，是，海，别问了，白那样干过海，海，哎，厉害哪个木？今晚干过，干过呢？今晚不清晰。Papayang gago, pisui, pisui, pisui. 好，去买技术还。聊的意思，讲个一下。去买技术。好，那我这里你再猜。好，对，你们两个比较也终于的掌声，爸爸一样，嗨，我刚拍的厉害了你们，那我们可以下课了吗？很厉害吧？严重你的掌声，没有精神了，严重你的掌声，好，谢谢，还有国语。那下课了要说什么呢？多谢你。多谢我，好，多谢我。那我们安徽普通话呢？阿赖还是你先好？阿赖，行行。来，一起。阿赖，行行。阿赖，我，嗨，开始再给他 ，OK。